廿多年来，台湾农业改促进的推广六级产业化，对一级的生产、二级加工到三级的买囤服务，而农业有韩国多附加价值。从年时提出的贸易公馆的工作，公馆向农会廿多年来去上忙推广，用自家的加工厂发展过多样的产品。农会按算当年工作会有2亿元好处呢。不过也有的位农民想要自家自努来加工，甚至自家发展六级化产业，不过遇到许多的困难。更加公馆唯一自家来加工嘅有机红枣农陈淑妃，头下爱去加工设家下，而发现法律上有许多的规范，係用食品太仓管理来看小农民的加工嘅，故所感覺佢難做喎。不過已經加做起來嘅，也開始同其他的小農民呢來聽數。建立自家嘅sản銷方式，去打出自家嘅品牌。開出前後，他有20年，係苗栗公館豐作開出嘅時間。公館鄉農會當年還會同豐作辦贊助會，主題將大家都會豐作各種各樣相關嘅加工產品嚟當數方向。冇辦法。報順，佢就做豐作館嘅，但是豐作館兩種天，即係講唔會嚇人。韓國咧，公館農會啊，全面啲嘅推動很多農業旅遊，就講休閒旅遊當然要當到食品，當到你講嘅休閒食品，俾大家食嘅。常常嘅豐作經過農會加工廠嘅加工，以為全新嘅商品，為加工出很多嘅東西，請農會將有材料來加工，為控制品質未下改。公館農會啊有加工廠，多年來啊全部整理，然後老農委會申請很多 ISO 22000，符合按你規定啦，而家當到有安全認證，有貼那個商標啦。另外呢，因為太了解了。台灣呢有區別嘅，地方有差異化，韓國本做咗社會上了解 MIT 嗬，你買到台灣嘅安全咧。農民單單不到豐作買本農會來處理，不過沒有啲位農民會想愛自家來自加工看下。老卡唔將土地的豐作拿來做簡單的加工，也係有機豐作農陳淑妃頭下買想法。陳淑妃嘅加工室有4工廠按個，腳步當老年無通用，3股有2股係按玻璃，專門來曬豐作。下輩就係做農作果汁同果醬，對1級農業生產做到2級農業加工生產。以小農做這個加工哈，然後1級生產、2級加工到3級的這個整個行銷服務的串聯，最能夠賺到錢的應該是在2級跟3級。那如果說在這個部分，台灣農民的規模小，他在2級跟3級都沒有機會參與，反而都變成加工廠啦或者餐廳賺去了。那我覺得這個是相當可惜。不過，為到成立自家的農業加工室，請問清楚相關的建築法規。記住每年不1年。其實最難克服的是這個現有的這個農舍新建的這個建築法規。其實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政府在小農加工的這一塊領域還沒有給予很好的輔導資源，所以大家都很模糊。但是我相信很多農民他都有這個自己自我加工的這個需要。譬如講，佢要做嘅農沙流動，要做曬場，要做玻璃屋，然後要申請很多農業生產設施等等，全部有一道法規嘅問題。可能冇了解，講冇熟悉，農會就會協助佢來請認政府、請鄉公所，可能要來突破韓國貸款嘅問題。本佢有農業專案貸款、農業綜合貸款等等，建築嘅部分要協助佢來申請俾合法化啦。就現有嘅法律，無通用嘅用地面積，農民就得分配同農委會無注釋要素來提出申請。只唔過無通用單邊嘅規定未無通用。陳淑妃唔知要用解釋，前面佢考慮到自家想做嘅係簡單嘅手工，
就照农委会的办法来做。法规规定的太死了，它并没有因为说我们不同产业或者你有不同创新的想法，因为法规都定很死了，温室啦、网室啦、储藏室啦、集货场啦等，那个都是农业设施。那农业设施里面有一类就叫做就是农产加工室，对，那农产加工室就是适合农民可以在这边做你自己的加工。那当然每个人所生产的作物啊，或者是农产品不同，所以它的加工的设备跟器具跟流程跟卫生管理条件、储存条件通通不一样。多么简单，长老加工室起好，对1级到2级产业，要做为加工岛，唔是讲管理你复杂加工岛。包含说从你使用的场地、你的整个卫生管理的条件、你的原物料你怎么样进货，你怎么做自己的管理，即使是你自己种的，你也必须要管理。然后你做完的这些东西废弃物，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回收等等，还有就最重要就是你的包材选用。你要用什么样的包装材料来包装你的东西？当然，因为有机加工室第一个它场地要先经过那个有机认证，那认证过以后你在这边生产的东西还要再认证一次，那没有问题的时候才有办法申请到那个有机标章，才能再贴有机标章上去，所以会比较麻烦。对，那也是一般小农比较不愿意去尝试的地方。不但抢系生产者，也下做到加工者。陈淑妃3万个机械人长有也下用的。佢讲，整件起子的长地食材正确，通讲有見到的風種咯，未想去自家嚟加工，佢咪建議佢下掉，要做到自家做的加工業鋪，當然同馬做食材一辛苦，係講做得悄悄起來窮下，食材會較好。確實跨入2級，尤其到3級。你需要投资很多，你要把它变成自己常态性经营的东西，你势必就要有一些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需要花一些资本。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是能够透过农民组织，像产销班啦、生产合作社啦，大家共同经营，这个方式可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加工的品项越来越多了啦。那偶尔也会帮其他一些农民也有的他也会找我们代工。其实有的小农他真的是自己比较没那个能力可以去做这个动作成功打出自家品牌，陈淑妃没得到啥其他小农的认同。佢唔但請老派的小農聽加工，未同上海同期同樣安尼做嘅小農聽建設，為大家用心來開發行下到位農產加工品。為採提沙期嘅大家，數天數，用下嚟發展採提沙期嘅產業。